这届参赛的兰花有来自全国各县市的兰花爱好者甲兰农，每一盆拢是难得一见，甚至个人的收藏。种类包括加德利亚兰、蝴蝶兰、仙女兰、万代兰等。经过15位的评审，依据花型、花色甲整体外观来评分，总共选出2等奖、金水奖甲永典奖，以及3名的总冠军甲3名副总冠军。2月6号上午，在议会1楼大厅来举行颁奖典礼。我们在这个评审的过程当中，邀请了15位评审的老师，依据兰花的花型、花色、花序，还有整体的外观，从500多盆兰花里面选出了前9名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想，不管比赛的成绩如何，其实每一盆来自全国的兰花都是独一无二的精品。我们也发现，我们这个台南市艺展杯所举办的这个兰花展，虽然小而美，但是我们的种类非常的多，而且各具特色，有的非常的大气，有的非常的精致，事实上是值得大家细细的观赏哈。今年的2等奖，也就是全场的总冠军，是由20多岁的徐兆渊得到。虽然本身是工科出身，不过饲兰花是伊的兴趣。想不到今年争出总冠军，不但花蕊多、花色水，而且规盆的圣耀兰甚至比人更加悬，相当的抢目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